喺台灣而家講嘅品牌建立有幾多其實只係小學程度咧？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我直接講結論啦，台灣好多嘅所謂品牌建立咧，其實只係做到產品介紹級，未去到真正嘅品牌層嘅。第一個大問題，當品牌被當成係一個 logo 加 slogan， 改下色改下字就當係重塑，其實只係包裝啫嘛。第二，內容只係講功能、優惠、CP 值，完全冇建立記憶點，更加冇進入潛意識。第三，影片大量用口播、硬 sell、資訊堆砌，大腦聽完即走，冇任何情緒或者身份投射。真正嘅品牌建立係透過影片用節奏、角色、情緒、暗示，慢慢喺潛意識裏面建立你係邊個，點解要揀你，而唔係解釋你有幾叻。呢個就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處理嘅層次嚟嘅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